客，等巴士嘅時候，記得留意巴士站地下嘅排隊指示同埋黃線，請遵從指示，請勿打尖。如有需要，可以到排隊位置較前嘅座椅坐低，並請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地下嘅排隊指示同埋黃線，請遵從指示，請勿打尖。如有需要，可以到排隊位置較前嘅座椅坐低，並請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指示同埋黃線，請遵從指示，請勿打尖。如有需要，可以到排隊位置較前嘅座椅坐低，並請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記得留意巴士站地下嘅排隊指示同埋黃線，請遵從指示，請勿打尖。如有需要，可以到排隊位置較前嘅座椅坐低，並請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等巴士嘅時候，記得留意巴士站地下嘅排隊指示同埋黃線，請遵從指示，請勿打尖。如有需要，可以到排隊位置較前嘅座椅坐低，並請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乘客，等巴士嘅時候，記得留意巴士站地下嘅排隊指示同埋黃線，請遵從指示，請勿打尖。如有需要，可以到排隊位置較前嘅座椅坐低，並請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
請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等巴士嘅時候，記得留意巴士站地下嘅排隊指示同埋黃線，請遵從指示，請勿打尖。如有需要，可以到排隊位置較前嘅座椅坐低，並請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巴士站地下嘅排隊指示同埋黃線，請遵從指示，請勿打尖。如有需要，可以到排隊位置較前嘅座椅坐低，並請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等巴士嘅時候，記得留意巴士站地下嘅排隊指示同埋黃線，請遵從指示，請勿打尖。如有需要，可以到排隊位置較前嘅座椅坐低，並請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打尖，如有需要，可以到排隊位置較前嘅座椅坐低，並請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等巴士嘅時候，記得留意巴士站地下嘅排隊指示同埋黃線，請遵從指示，請勿打尖。如有需要，可以到排隊位置較前嘅座椅坐低，並請確保先俾其他乘客上車。